自日寫350句金句，願你懂得愛自己。今日係大年初一，首先祝福大家新年快樂，身心健康。農曆年咧係象徵住團圓啦、希望啦、快樂啦，讓我哋每一個人咧都覺得咧，似乎係應該開開心心，唔應該愁眉苦面嘅。同時咧，坦白講，唔係每一個人依刻咧都覺得自己幸福快樂喎。可能有啲人咧依刻喺一個無奈啦、悲傷啦、恐懼啦、焦慮啦、擔心當中，但係又唔知點表達。特別新年咧，見翻好多朋友啦、親戚啦、拜年聚會啦，大家可能都會有啲尷尬嘅時刻嘅，即係對方可能就會問你結婚未啊、加人工未啊、升職未啊、有冇買樓啊等等啊，或者互相比較啊，喺度評論好多邊個人結咗婚啊、邊個離婚啊、邊個加人工啊等等啦，好似一啲年度嘅批核檢討大會咁啊，互相比較多比較。譬如女性不斷會俾人問啲感情婚姻問題啦，男性就比較多問事業問題啦，甚至如果對同志嚟講咧，就更加別人嘅關心咧，未必係一份好舒服，可以係一種對佢真實感受經身份嘅一種否定，難以表達真實嘅自己。又或者對一啲基層嘅市民嚟講咧，即係新年都代表住開支嘅，即係出去食飯啦、年宵飯啦、辦年貨啦、俾利是啦、禮盒啊等等啦，都係一啲好似唔應該失禮，要大方得體嘅一啲開支嚇。又或者啦，如果你係一個獨居嘅長者，或者已經移居喺海外嘅，而家喺海外嘅朋友，節日可能係更加孤單嘅喎，因為可能家人未必可以團聚啦嚇，咁而對曾經喺家庭關係受咗傷害，或者目前仍然受傷害嘅人咧，亦都可能觸發一啲無奈或者一啲感慨。咁所以難怪啲人咧可能會減少參與啦，避免拜年啦。呢個唔係冷漠，而係可能都內心有一份嘅疲憊啦嚇。咁我自己咧就覺得，當我哋喺特別節日當中面對各種壓力啊，或者悲傷無奈情緒嘅時候咧，最重要就係允許自己做真實嘅自己，允許自己唔快樂，允許自己有脆弱嘅部分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勇氣，亦都係善待自己、愛自己嘅開始。即使有親朋戚友好親切咁慰問關心我，就可以講我有我嘅方式，我有我嘅節奏，謝謝你嘅關心，即係簡單一句就可以嚇。咁如果你呢一刻真係覺得承受緊壓力咧，以下幾個 tips 可以俾自己考慮下。或者你如果一個人獨居或者單身的話咧，譬如去大自然俾自己沉澱一下啦，去感謝自己一生所有嘅甜酸苦辣啦，為身邊好朋友恩人貴人送上祝福啦，畫一幅願景圖送俾自己啦，又或者亦都欣賞自己，我已經好努力㗎啦，我值得被愛。而祝福人嘅時候，除咗恭喜發財，都可以祝福對方，願你懂得愛自己，願你揾翻你嘅內在力量。最後啦，如果你年初三咧又下晝有空咧，非常鼓勵大家可以參加喺灣仔自在社，我會帶一個免費嘅工作坊，難得現場實體。就係我啱做一套 Slash 嘅圖卡啊，咁我哋想做一啲現實嘅測試，咁我會帶一個2小時，3至5點鐘，係特別如果你對金錢咧、對事業咧、對團隊咧、對生命嘅突破有興趣、有夢想、有渴望咧，咁非常鼓勵大家可以參加一個免費工作坊，初三見。Thank you。